膀，大大书包，上呀上学堂。新的时代，新的主张，新新的模样。快乐学习，德智体美，个个都想想。教我说，教育局，我們都一樣。校裏校外，一不留神就。聖德蘭學校於3月15日上午舉行了康體競技日活動。活動透過體育運動，鼓勵學生多鍛鍊身體，享受運動嘅樂趣，並促進同學之間嘅友誼，營造校園團結同和諧氛圍。喺活動開始前，學生們帶嚟咗好多豐富多彩嘅表演項目，包括氣勢凌人嘅舞龍表演、靈動輕巧嘅花式跳繩表演、技巧高超嘅扯鈴表演。以及充滿活力嘅多元舞蹈表演。呢啲精彩嘅演出贏得咗全場觀眾嘅熱烈掌聲，亦都為今次嘅活動拉開咗序幕。接着嘅係多項比賽陸續展出，現場嘅氣氛熱鬧非凡，有考驗默契同節奏感嘅2分鐘8字跳繩，同學們在影繩中穿梭自如，展現出驚人嘅協調能力。障礙賽跑充滿挑戰性，旁邊嘅加油聲起此彼落。擲準比賽趣味十足，同學們專注擲準，每一次嘅命中都會傳來歡呼聲同掌聲。而壓軸嘅8號比賽更是將氣氛推到最高點，參賽嘅隊伍齊心協力，奮力拼鬥，充分咁樣展示咗團隊合作嘅力量同精神。喺比賽過程之中，同學們不但展現咗運動嘅熱情同埋活力，更加體驗咗互相鼓勵、團結合作嘅精神。無論係勝利嘅喜悅，還是暫時嘅落後，大家都能夠以積極嘅態度去面對，充分體驗咗體育運動嘅核心價值。喺活動嘅尾聲，全體學生齊唱 Cheer with Painful， 為這次難忘嘅康體競技日畫下圓滿嘅句號。我今日就報名咗團體單人接力跳、雙人交替跳同埋田徑接力，參加咗雙人跳繩之交替跳。我而家嘅心情就好緊張，驚一陣比賽着好一名就拎唔到名次，就驚隊友好失望。我會一放學之後返到屋企，食完飯做完功課，就會落樓下嘅公園去練習一下跑步。都算幾辛苦㗎，因為平時我要練習嘅時候只可以喺體育堂上天台揾同學練，或者放假嘅時候揾同學出去練，或者自己喺屋企練。拎咗個第3名，呢個係當時我同我朋友喺比賽嘅時候，之前練習咗好耐，跟住比賽嘅時候而拎翻嚟嘅。繼續練咯，繼續練，跟住你放棄都已經係冇用㗎啦，仲不如去跳一下試一下，話唔定未來有一日可以成功。